僕人敬聽三代經課5月11號啟示錄7章9至17節。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人，沒有人能計算，是從各邦國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語言來的，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樹枝，大聲喊着說：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上帝，也歸於羔羊。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以及4個活物的周圍，俯伏在寶座前敬拜上帝，說：阿們，頌讚、榮耀、智慧、感謝、尊貴、權能、力量都歸於我們的上帝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長老中有一位回應我說：這些穿白衣的是誰呢？是從哪裏來的？我對他說：我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向我說：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，他們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潔白，所以他們在上帝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那坐在寶座上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，他們不再飢，不再渴，太陽必不傷害他們，任何炎熱也不傷害他們，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，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，上帝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。啟示錄7章9至17節講述使徒約翰見到穿白衣從大患難中出嚟嘅群體，佢哋因為羔羊嘅救贖得以企喺神寶座嘅前面，佢哋再唔飢渴，因為神親自牧養佢哋，擦去佢哋一切嘅眼淚。呢個係信徒喺永恆中嘅榮耀同埋安慰。呢段經文有3個值得學習嘅地方。第一，信仰值得堅持到底，因為即使喺患難裏面，神嘅救贖最終會帶嚟榮耀嘅結局。我重複，信仰係值得堅持到底嘅，即使喺患難裏面，神嘅救贖最終帶嚟榮耀嘅結局。第二，天國係多元同埋普世嘅，嚟自各國各族嘅群體顯出福音嘅廣大恩典。我重複，天國係多元同埋普世嘅，因為嚟自各國各族嘅群體都顯出福音嘅廣大恩典。第三，神親自安慰佢嘅子民，因為佢與我哋同在，擦去一切痛苦與眼淚。第三，神係會親自安慰佢嘅子民嘅，佢會與我哋同在，擦去一切痛苦同埋眼淚。今日嘅反思問題係：喺現今困難嘅世代裏面，我係咪仍然持守信仰，仰望永恆嘅盼望呢？喺現今困難嘅世代裏面，我係咪仍然持守信仰，仰望永恆嘅盼望呢？實踐行動，當感到困難嘅時候，讀啟示錄7章，提醒自己神嘅應許係永不落空嘅，並且為到正喺度受苦嘅信徒禱告啊！我重複，當你感到困苦嘅時候，再讀啟示錄第7章，提醒自己神嘅應許係永不落空嘅，並且為到正喺度受苦嘅信徒禱告啊！